好啦，嗱，第一樣嘢我要講翻先，嗱，有新有舊，新嘅咧就啱啱聽，舊嘅咧就其實你已經忘記咗啦。嗱，我提翻大家先啦，因為過去呢個零禮拜咧，事實上市況咧唔係咁易捉嘅，咁所以其實大家都應該有相對嘅止賺或者止蝕啦嚇。咁但係我想提翻大家一樣嘢，嗱，第一 part 今日我要重申翻我呢個策略啦。我嘅策略係分幾多注注碼，我同大家講直播嘅時候，好多人好耐之前聽我直播啦，有啲係新聽嗰啲實記得嘅。阿 Jimmy 嚇五注，咁其實五注咧有幾個原因嘅啊。第一個概念，嗱，你首先要真係跟翻呢樣嘢先。其實如果你係高風險人群，係冇所謂嘅，我最低可以接受三注，因為個原因係咩咧？你新朋友舊朋友，你都要清楚翻，我哋係要留一手嘅喺個策略度。一陣我會俾你睇下阿 Richard 自己做嘅嘢係點樣做啊。當然騰訊我都係輸錢嘅，咁但係整體我又冇乜輸喎，好老實。咁點解會發生呢件事咧？個原因就係因為分五注啦。首先第一個 scenario，假設都係好似我直播咁講，10萬蚊做本金，2萬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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其實你第一，如果啲位去到靚啲，你係可以加注嘅。咁係甚至加一次、加兩次都冇問題。咁你都係用咗三注啫。咁但係當你發生一啲一陣啲策略我再講啦。發生一啲可能你預測唔到嘅市況，或者究竟條線掙扎係上定落咧？咁其實有一啲策略係可以用到第三同第四注嘅，咁係令到你自己可以輸少啲錢，或者甚至唔輸錢嘅。喺你不確定個市況嘅走勢嘅時候，有冇人想學啊？呢個叫做對沖策略。一陣其實我喺第三 part 我會講嘅。想學嘅唔該俾個反應我。因為譬如素方啦，今日冇入嚟啦，Sophonia。咁其實因為新學牛熊證嘅朋友，你一定反而咧，我今日點解會攞嚟講咧？我講咗點樣對沖先，因為譬如阿 Sophonia 咧，就係佢唔喺度，應該今日㗎，跟住之後聽翻啦。其實佢揸住一啲美團嘅正股，咁啊 Desmond 都係啦，Desmond 喺度。咁其實有冇一啲策略係可以用牛熊證配合正股咧？咁當然啦，我個教學有提過下啦。咁但係點樣去揀選牛熊證去對沖咧？譬如舉例，而家究竟佢上唔上到95蚊、94蚊唔知。咁但係你揸住啲正股，你60幾蚊都揸到上嚟90幾啦，你又唔捨得止蝕。咁有咩策略可以做咧？其實你學牛熊證嘅其中一個用處就係俾你長線投資，你可以計啱一條數，幾多股對幾多股，然之後買翻張熊證去保證你自己嗰個利潤先。如果美團跌翻落嚟，你個熊證會賺錢，所以其實你都冇輸錢，只要你計啱條數。如果你美團升上去，我都話穿咗95、96蚊係可以飆到去，一陣會再睇圖表啦，係可以飆到去81嘅可能。咁你將熊證輸咗錢或者俾人打咗靶都冇所謂嘅，你輸翻少少俾個市場，但係你安心揸住你嘅正股可以去到81蚊嘅，呢個就係其中一個我喺即係1至6課入邊應該有提過下嘅策略，當然冇用一啲好實質嘅例子啦。好，咁我呢個第一，第二，第二係可以做一啲強弱股嘅佈局啊。咩叫強弱股佈局咧？因為我有5個注碼，我就唔係叫大家咧擺嗰啲叫 idle cash 啊，即係好多人覺得哇，咁啊 Richard 我淨係擺5個注碼喺度，咁我其實用咗1、2個，咁我咪永遠有6萬蚊，好似擺喺度嘥咗咯。嗱，你要記住一樣嘢先，呢個世界係冇必勝嘅。嗱，其實我觀察到好多同學仔啦，嗱，我係條數點計咧？嗱，我講翻我個策略先，你先再 review 翻自己嘅投資策略係咪有少少失誤咧？嗱，我嘅策略係70%係靠勝率，咁所以我係好有把握去睇一啲圖表或者教大家嘅嘢。嗱，30%你記住，73嗱，除咗5注你知道之外，70%係靠技術勝率，30%係靠咩啊？你估下？嗱，咁你做晒100%咧，你就真係可以個個月有正數嘅，好老實啊！就算而家騰訊我都輸咗錢，我都係冇蝕錢嘅呢個月啊。靠 lucky 梗唔係啦，30%靠注碼運用啊，70%係靠
靠自己真係學識嘢去準確啦，三成係靠注碼運用。因為你諗下喎，大家嗱，雖然我冇擺個咁嘅 PowerPoint 出嚟，但係我相信大家可以理解嘅。譬如我哋 review 翻過去個零月啦，有啲朋友仔入咗嚟超過個零月，有啲就啱啱入嚟，唔緊要嘅。主要我哋做過3、4套交易嘅啫。你回想下，特別舊少少嘅同學仔，第一套可能係騰訊買佢升，7月中，我哋就係講緊呢一個月發生過咩事。7月中跟住到7月尾，美團跟住到而家再騰訊、阿里咁，但係騰訊就止蝕咗，阿里未止蝕。嗱，舉例，可能其實呢一個月主要喺個群組發生過呢3、4套交易嘅啫。咁但係你有冇諗過第一套交易其實我哋係賺咗50%一般啊？如果啲學生嘅牛熊證，第二套可能賺咗40%左右嘅。呢套理論上咧。呢一次止蝕咧，嗱，我自己本人就係780幾蚊嗰日見佢個 W 上咗，我都有買嘅，因為我唔係淨係教你哋買，我自己都有買啦。咁但係實質上最後埋單，我477穿咗之後，嗰日我喺個群組都有講過，我斬咗佢之後，其實我都係輸10蚊2% 左右。咁你當我買嗰隻牛熊證係10零倍槓桿啦，咁我都係輸20幾個 percent 嘅啫，其實。咁但係你要諗下喎。因為我嘅注碼都係差唔多嘅，我冇加大嘅，所以點解 Day One 我第一課叫你哋就係你要將自己你100萬又好50萬又好，你分咗做5注先，就唔好諗住下下都即係好似阿嗱 Jimmy 靠 lucky 咁得啊！呢個字要 delete 咗佢，即係你 delete 唔到啦，即係我係咁嘅意思啫。所以你諗下賺50%、賺40%、輸2、3成，跟住。可能打和嗰個，咁其實理論上你係一定贏錢啦。咁但係點解最終可能未贏錢，或者輸翻轉頭咧？就係因為個注碼運用有問題。咁我哋而家做個 share screen 先啊，呢個你哋要記住先，留翻1、2注喺手係好緊要嘅。一陣第3 part 我會講。咁我而家 share screen 先。